好，咁多位導師唔安啊！咁嚟緊咧，我會講解有關生涯規劃大使第一、二節嘅活動內容嘅。好，咁講少少呢一個計劃嘅一個嘅活動嘅內容係乜嘢嚟先啦？咁首先咧，呢一個嘅生涯規劃大使嘅活動咧，咁就期望透過6節嘅生涯規劃大使嘅訓練啦，令到同學仔咧學識咗一啲生涯規劃嘅理論啦。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教到佢哋點樣由零開始去籌備一個嘅活動嘅。咁同學仔咧，一般嚟講咧，都會有一啲中三到中五嘅同學仔啦。咁每一間學校咧，都會有人數上面嘅分別嘅。有啲學校可能會有可能7位嘅同學仔啦，去到10零位嘅同學仔都會有嘅。咁到時咧就可以根據翻入邊嘅情況啦，去分組嘅。咁一般嚟講咧，都係大概7位同學一組啦。咁每一次嘅生涯規劃大致嘅訓練咧，都會根據學校唔同啦，可能會有1到3組嘅同學仔嘅。好，咁另外啦，同學仔咧都係因為可能會有唔同嘅 form 啦，咁佢哋咧可能會認識當中一啲嘅同學仔，但未必會識得晒嘅。我哋咧第一節嘅活動內容咧，通常咧都係令到參加者去點樣了解成個嘅計劃內容啦，同組員咧有一個基礎嘅認識，去了解自己同埋人哋嘅性格啦，學習點樣去一個嘅團隊溝通同埋合作技巧嘅。咁首先係可以望一望啦，我哋可以簡單介紹我哋有啲乜嘢嘅入校活動咧。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唔同嘅領袖培訓計劃啦，俾同學仔去知道生涯規劃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大概。好，然之後啦，就講一講今日嘅活動流程係啲乜嘢啦，咁包括簡介成個嘅計劃內容啦，一啲嘅破冰嘅遊戲啦，去講緊乜嘢係生涯規劃啦，同埋咧，我哋入邊咧都有一啲嘅活動啦，希望咧去加強團隊嘅合作同埋溝通嘅。好，咁首先咧就係第一個嘅破冰遊戲啦，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好簡單嘅自我介紹嚟嘅。咁一邊咧就係認識我哋嘅組員啦，咁咧就揀一隻能夠代表自己嘅動物啦，同埋點樣去代表你。咁咧同學仔咧係會有一張嘅 A3嘅一張討論紙啦，好，咁係咁樣嘅。咁首先第一條啦，作為生涯規劃大使咧，我希望學識同埋獲得啲乜嘢。咁同學仔咧就可以呢張 A3紙入邊咧自由去填寫嘅。之後啦，第二條問題啦，就係作為生涯規劃大使咧，我可以點樣去幫人哋同埋幫自己？咁呢個部分咧，就係可以俾同學仔去揀啦，同埋去諗一諗嘅。然之後啦，導師就可以講解乜嘢係生涯規劃咧。好，呢度有條影片咧，即係可以問同學仔咩係生涯規劃。咁其實咧冇一定嘅絕對嘅答案嘅，咁同學仔自己諗到啲乜嘢咧都可以去講一講嘅。好，之後啦就可以講解啦。然之後咧就可以講解身為規劃大使嘅角色又係啲乜嘢啦。然之後就可以分組討論啱啱嘅一啲 A3 嘅問題係啲乜嘢嚟啦。好，之後啦就去到一個嘅計劃簡介啦。計劃嘅目的係啲乜嘢嚟啦？咁同學仔做咗呢個生涯規劃大使之後，期望會做到啲乜嘢咧？好，total 咧會有6節嘅，咁都可以講解啦。咁每一節咧通常咧都係大概可能半個月到1個月度做一節嘅。咁另外有啲學校都可能因應唔同嘅情況啦，可能一次過就會做2節。咁咧，另外啦，活動日咁有啲學校咧都會係可能會喺第6節做完一個嘅匯報咧就完結嘅。咁有啲學校咧都會可能係一啲 lunch time 入邊一啲午休嘅時間咧去做佢哋嘅活動日啦，都唔定嘅。咁就睇翻同老師協調咗之後，佢哋想點樣做嘅咧，咁就可以啦。然之後簡單介紹咗成個計劃，同埋我哋學習咗乜嘢活動策劃嘅技巧之後咧。咁樣咧都可以舉一啲常見其他學校會做嘅生涯規劃活動，會有啲乜嘢啦？好，咁首先都可以望到啦，可能會有啲職業類嘅一啲角色嘅扮演啦，或者可能一啲遊戲性質多啲嘅，呢啲就係其他嘅遊戲性質啦。另外咧，都可能會有啲 workshop 啦，可以俾同學仔去做一個嘅參考嘅。
然之後啦，就問下你希望組織啲乜嘢嘅生涯規劃嘅活動啦。嗱，例如我哋咧，通常咧生涯規劃活動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主題範圍嘅，咁同埋就可以諗一諗啦，唔同嘅活動模式啦。好，之後咧就有一個團隊嘅溝通嘅，咁就俾一啲10分鐘嘅討論時間，同埋每一組咧會有2分鐘嘅分享啦。就諗一諗你搞呢個活動嘅對象係你哋對象需要啲乜嘢咧？同埋你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帶出啲乜嘢嘅信息？咁同埋仔咧就會有呢一個構思內容嘅一個表啦，就係呢個。咁同學仔咧都可以自己喺入邊去填翻嘅，咁就可以啦。好，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嘅例子喺度啦。好，咁第一節咧就係希望有一個嘅引入啦，同埋一啲嘅介紹。同學仔咧都填唔晒咧都唔緊要嘅，因為咧佢哋都會仲會有時間啦，可以透過可能佢哋 lunch time 或者其他嘅課餘時間咧都可以去諗一諗活動嘅內容係啲乜嘢嚟嘅。好，之後咧就係第二節嘅培訓啦。咁呢一節咧就會有3樣嘢咧要教識咗同學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可能你一啲常用嘅生涯規劃理論嘅技巧啦，包括呢個 DISC 嘅人格測試，呢個就係一個自我認識嘅部分啦。咁都可以講解呢一個嘅測試其實喺國外嘅企業咧都會廣泛咁樣應用嘅，去幫佢哋去偵測評估同埋幫助我哋點樣改善我哋嘅人際關係、團隊合作、領導風格咁樣嘅。咁我哋分配咧都係有4個唔同嘅動物啦。咁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工作紙啦，俾同學仔去填翻。呢度有25條問題，你會揀 A、B、C 定係 D 咧？好，即係咧根據唔同選項最多咧，就有唔同嘅動物去代表嘅。好，咁一個嘅解釋啦，講解嘅。好，之後咧就去翻我哋第一節講到啦。你哋同學仔定咗活動主題嘅範圍未咧？咁如果咧有2節一齊去做嘅導師咧，咁就可以俾多少少時間同學仔。如果佢哋未討論喺第一節嘅時候未討論夠嘅時候咧，都可以再俾多啲時間佢哋去討論嘅。好，佢哋咧今堂咧最緊要咧第二節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係定到我喺活動日嘅時候我想做啲乜嘢。好，之後咧佢哋都會有一張嘅工作紙有一個嘅目的同埋目標嘅。好，咩叫目標？咩叫目的咧？好，例如啦，佢哋就會有一個嘅定向模式啦，佢都要填翻例如，我想搞一個嘅活動，係一個嘅攤位遊戲嚟嘅，咁一個嘅主題咧係一個嘅升學資訊啦，咁類型咧都係一個遊戲類嘅玩法嚟嘅，咁點樣玩都有一個大概喺度寫到啦。咁我會用啲乜嘢嘅資料咧？咁都要同學仔去寫嘅，同埋開始去諗一諗我搞呢個嘅活動嘅時候，我需要啲乜嘢嘅物資咧？好，第三點啦，就係一個活動統籌二啦。咁我哋嘅導師咧都可以講解原來我哋去搞一個活動，一份嘅計劃書入邊最基本嘅元素係啲乜嘢咧？咁今堂咧就會第二節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紅色呢3點，我哋需要去到學會嘅。好，咁就呢份計劃書咧係會用到去第二節啦，去到第6節都會用到嘅。咁所以咧，佢哋唔一定咧要即刻寫得晒嘅。好，最後啦就係一個嘅總結啦。好，咁佢哋咧喺課餘嘅時間咧都會有一啲嘅功課去做嘅。咁佢哋咧要繼續去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啦，同埋去草擬個活動統籌二嘅計劃書嘅。好，咁之後就係個活動統籌嘅技巧二啦。咁就係啲嘅活動分工同埋物資嘅清單，佢哋要做嘅。咁最後啦就係做翻一個嘅活動問卷咁就可以啦。好，咁有關生涯規劃大使頭2節嘅活動流程同埋內容咧就喺呢度啦。咁如果有任何唔明白嘅地方咧，都可以隨時揾我嘅。好，咁呢條影片咧都去到呢度啦。